Hello，我係節目主持人 Eden 啦。今期呢就嚟到十字門呢一個位置，介紹一個筍盤俾到大家知啊。我依家身後嘅位置呢就係華發雙刀啊，亦即係十字門華發雙刀。而且我哋呢一個十字門啦，亦都係珠海市政府重點去打造嘅一個新城啊。咁呢個十字門嘅位置亦都係非常之方便㗎。首先由我哋十字門出發，返到拱北關口或者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亦都係大概5至10分鐘嘅一個車程。咁另外一個最重點嘅一個便利嘅一個位置，就係我哋樓下就有個高鐵站，叫做十字門高鐵站。從我哋高鐵站出發，去到我哋嘅拱北關口，僅僅係10蚊雞，非常之便利，而且係5至10分鐘就可以搞掂。比你去滴滴仲要方便，跟住我哋一口岸之隔就去到我哋嘅橫琴口岸，只不過係一個站嘅咋。跟住15分鐘至20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嘅國際機場。咁樣你話我哋呢邊嘅地理位置係咪非常之好呢？而且我哋樓下仲有 shopping mall， 亦都係我哋嘅華發雙刀，對面就係我哋嘅會展中心。所以話點解呢個地理位置亦都係我哋珠海市政府重點去打造嘅一個位置啦。咁遠都唔講啦，講翻近嘅。咁我哋今次推薦嘅呢個新樓盤，亦都係我哋華發嘅一個發展商，叫做勤務新城嘅一個海景單位啊。佢嘅一房公寓，佢嘅總價落到嚟，亦都係大概130萬到150萬到咁樣嘅一個價格。咁佢具體有啲咩優惠，有啲咩優勢？咁我哋上佢樣板房睇一睇咯。好啦，嚟到我哋樣板間，我哋今日咧就深度咁樣去睇翻我哋呢邊嘅一房一廳嘅海景單位。首先我哋入門口呢個位置就係佢嘅一個防火實木門。呢個防火實木門咧，佢嘅質感係非常之 OK， 而且交樓標準亦都係相當高。跟住再嚟到呢邊3合1嘅門把鎖係交樓標準，但係唔係 Yellow 呢個品牌。佢呢度有標識，門鎖係非交樓標準。再嚟到我哋嘅左手邊，我哋嘅左手邊咧就係廚房。鏡頭嚟一嚟我哋嘅入門口呢個位置，佢仲 set 有個鞋櫃位俾你，非常之 OK， 非常之體貼啊！咁我哋呢邊嘅左手邊就係你嘅廚房位，佢呢個廚房位仲有預留洗衣機嘅一個位置俾你。跟住再嚟到整體嘅一個櫥櫃都係交樓標準，跟住呢邊嘅一個抽油煙機啦，同埋呢邊嘅電磁爐都係交樓標準，但係唔係呢個品牌，所以上面貼住非交付標準。呢個位置，同埋啦，大家睇到佢嘅瓷磚佢嘅紋理係非常之清晰，而且佢係舒服。望上係非常之舒服。再睇翻我哋整體嘅地板磚啦，非常之襟邋遢，非常之清晰咁樣見到你嘅一個地板磚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嚟到呢個位置，佢仲 set 有一個飯台位俾你，從廚房嚟到中間呢個隔斷呢個位置，仲會有一個飯台俾到你，非常之 OK 噶。所以話我哋華發呢個發展商啦，佢所有交樓標準，第一個清晰，第二個佢交代得好清楚，同埋頭頂上仲有個我哋嘅中央空調，等間都可以睇得到嘅。咁再嚟翻到我哋呢邊嘅一個客廳位啦，我先坐低落嚟同大家感受下，從客廳再到我哋整體嘅一個電視牆嘅一個距離54平方，佢嘅一個距離將近去到2.8米、3米咁樣嘅一個間距。
如果你話再到我哋嘅電視牆度放一個65寸或者75寸嘅一個大電視，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樣嘅一個距離。而且重點要提一提，我哋呢個海景點解話呢一棟樓稱之為叫做海景呢？嗱，可以跟住我嘅鏡頭睇翻出去，對面就係我哋嘅澳門，同埋樓下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而且華發商都旁邊仲有個地鐵站，叫做十字門地鐵站，高鐵站，係直接去到我哋嘅珠海國際機場，或者去到橫琴，乃至翻到我哋嘅拱北口岸。嗱，從拱北口岸嚟到呢個位置搭高鐵7分鐘，10蚊雞，10蚊雞就翻到嚟呢度，仲抵過你打個滴滴。跟住從我哋呢個位置去到珠海國際機場，亦都係大概15分鐘嘅一個車程，比你開車仲要快。所以點解話政府重點發展十字門呢一個板塊係有佢道理，發展一個新區，喺市區旁邊發展一個新區。嗱，我哋遠都唔扯啦，我哋扯翻近嘅就係我哋呢個海景單位。嗱，講翻到我哋呢個一房一廳啦，咁肯定有房啊嘛，分開佢係同傳統嘅嗰種公寓係完全唔一樣，係有單獨嘅一間房，單獨嘅一個廳。咁嚟到呢個位置就係佢嘅一個洗手間啦。嗱，講到呢個洗手間啦，佢係兩段式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交樓標準你都見到晒㗎，燈帶同埋高標準嘅一個鏡櫃，仲 set 有佢嘅一個開關插座，同埋可以俾你放到大心咁樣嘅一個風筒，同埋嗱，就有呢個鏡啊，女仔最中意嘅，望到清清楚楚，哇，有黑頭添喎。同埋咧，呢度都仲可以俾你放你嘅唇膏，再到上面放你嘅面膜，非常之 OK 噶。而且佢依個洗手盆非常之深嗱，而且哇，好人性化添喎，俾你放番梘喺呢個位置。嗱，再到下面嗱，俾你放毛巾位，係咪好正呢？而且佢嘅一個瓷磚以瓷磚嘅顏色啦，佢嘅色調唔會話太深沉。再入翻到嚟我哋整體洗手間啦，嗱，呢個洗手間咧，我就值得講一講嘅就係用翻我依等最常用嘅360度轉圈圈，係完全冇問題嘅。再包括我哋呢邊嘅熱水器係交樓標準，再到我哋呢個哇，用嘅係鏡頭俾一俾呢度漢斯格雅嘅一個智能馬桶，都係交樓標準。你話抵唔抵死？咁樣個發展商俾咁樣嘅交樓標準，真係唔話得。嗱，呢間就係佢嘅主人房。佢呢個54平方嘅主人房係非常之 OK 嘅，望到海景啦，大家睇一睇。嗱，我哋嘅正對面，正如我哋啱喺客廳嗰度，見到澳門嘅觀光塔，一海之隔嘅咋。跟住呢一間房啦，佢嘅空間我要同大家講一講。呢張床係1.5米嘅，但係呢度係可以放到1.8米乘2米嘅大床。睇你點樣去擺。嗱，尺寸俾到大家睇到1.8米乘2米嘅大床，1.8米嚟到我鞋呢個位置，非常之舒適，都仲可以3邊落床，兩邊放你嘅一個櫃體，跟住再到我哋嘅右手邊，嗱，都仲可以 set 到一個衣櫃俾到你，同埋鏡頭可以對上去上面睇一睇，就係我哋嘅一個中央空調。交樓標準嚟㗎。嗱，呢個54平方啦，所有嘅細節都俾到大家睇到。仲有一樣嘢我發現到，下面喎。嗱，平時晚上如果你話唔想話開燈，呢個係直接一路過就會直接着燈，所以係非常之方便㗎。最重點就係呢邊嘅交樓標準咧，佢係
俾人一種好放鬆嘅一種感覺，特別係呢一個位置。咁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呢個海景單位啦，佢總價落到嚟都係130到150咁樣嘅總價，首期嘅話亦都係10零萬嘅一個首期。咁佢月供係幾多啊？4900，但係你唔使俾4900嘛，因為我哋呢邊自帶飯租，一買落嚟即簽飯租協議，同我哋華發嘅一個酒店去簽嘅。佢嘅年回報率去到5厘喎，亦即係話佢係即係你一簽買賣合同，佢係直接返4500一個月俾你，10年添喎，10年嘅一個飯租，你話抵唔抵？咁再同大家講翻我哋呢個位置啦，十字門係珠海市區嘅一個新區，係由2012年打造到至今2025年，整體嘅一個道路發展係非常之舒服，而且我哋嘅正對面就係我哋嘅會展中心，樓下係華發商都以及十字門高鐵站，返拱北口岸去橫琴去珠海國際機場非常之方便，10蚊雞就可以返到拱北口岸，而且去到珠海國際機場15分鐘，非常之便利，而且樓下商都 shopping mall， 落樓就可以行街噶啦，唔需要行到話去南平華發商都嗰邊啦。呢邊嘅十字門嘅華發商都係非常之大嘅，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我哋現場嘅情況，都係完全冇問題。嗱，呢個呢就係我哋嘅商業啦，我哋嘅交通啦，以及講翻到我哋呢個54平方呢個單身公寓。嗱，呢個單身公寓啦，亦都係非常之抵買，130到150嘅一個總價，月供亦都係4900。以上落嚟呢，就係我對海景嘅呢一個公寓單位嘅一個深度俾大家去睇到。如果想了解詳細嘅資訊，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下期再見啦，拜拜。